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县政府要伫北港举办农业设计展览会，有景观布置，嘛有 DIY 动手家己做的活动。展览为7月30到8月14，邀请大家来参加。 云林县是农业大县，做农的人口差不多占全县总人数的一半。当年更加创造800亿的产值。为了要民众应了解在地农业的各种相关知识，县政府将伫北港镇办一场农业的设计展。那预计呢，在7月30号到8月14号，连续16天的时间呢，那不只是我们农业的生产设计，还有农业的生活设计，包括体验的设计。除了将利用北港糖厂旧仓库来打造6大主题馆，更加伫边仔设计农业的景观区，和乡亲来体验。不管是大地画作，不管是体验的部分，都会在不同的农业体验里面。 希望透过办活动方式，和乡亲更加了解云林的农特产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